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初3AM新闻，我是嘉豪。也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去年加扣的4500亿税金，苏贞昌甲蔡英文今日拢表示，会当叮当的有1800亿的规划发现金全面强项。会正当咧检查1月初6开始对中国经过香港、澳门入境台湾，像飞机进前就要提供台检阴性检验报告。中英航空若准保证加征2倍奖金，桃园航空协商若准失败无调薪水，过年期间可能就会来罢工。讲到去年税收是加扣4500亿，行政院长苏贞昌甲总统蔡英文今日拢表示讲，会当叮当的1800亿的规划发现金全面强降。不过要发钱，就要有法院依据，佮需要经过着立法院同意。一名调解立委拢是希望，若准加开临时会，伫过年进前通过，互民众来赶紧领到现金。你看看现场会有几个包裹是有问题的。春节要到啊，包裹量大大增加。行政院长苏贞昌初三视察台北邮件处理中心，不过外界关心的也是去年税收超收4500亿，是毋是向税后民众？苏贞昌伫媒体追问下，总算讲4500亿，其中700亿做地方分配税收，1000亿补贴都健保甲电价，另外1000亿做强韧经济使用，出来1800亿，预留以后爱用，其他用来发现金全面共享。我们规划在这个额度跟全民共享用花现金的方式，但这要有法院的根据和预算的编列，要经立法院的同意，不是私下发红包。苏贞昌讲，发现金要有法院根据，要经过立法院同意。元旦迄天表示，立法法度会伫财政许可范围内，适时研究行税后民众的总统蔡英文，初三下晡伫面册针对行税后民众说明未来规划，强调中央会当运用的3800亿内底。1000亿用来启动加强韧性经济方案，协助传统产业、农渔业也甲观光业，也承诺1800亿预留一笔钱来因应不时的需要，其他发现金全面共享。那发现金就是增加市场上的这种需求嘛，在通膨上面就是火上加油嘛。从某个角度来讲，应该是效果最差。强调一下发现金，原因很简单，选举要来了嘛，所以从非经济方面的考量的话，我们就很难指责去批评他了。学者认为发放现金对于进行经济效果无好，也强调蔡政府安怎强化韧性经济，细节有待观察。不过对于发现金行税后民众，调解立委拢认为，要赶紧加开临时会通过，让人民有感觉。假设需要召开临时会来讨论现金发放的方案，我们党团全力支持。赶在过年前后发放，让人民感受到有政府顾人民，人民才更能谅解政府。若是民众上紧，什么时阵会摕到现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日表示，立足中央地方甲调解达成金额共识，立法院伫2020年前开临时会完成立法，应该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2023年台股头一个交易日，今仔日早盘开价，加在盘中的时阵，真侪人进场，落尾是起86点，收在14224点。2023年第一个交易日，台股盘面青平平，以14108点开出，伫电子金融团战造就之下，面临万事保卫战。不过，资金进驻台积电出现反弹，指数由乌变红，佫徛起哩14200点，最后起86点，收伫14214点，成交金额新台票1493.31亿。那台股今天一开盘相对比较弱，你看台积电也跌了大概3块多到4块，所以指数最深的时候跌了136点，但是很明显现在开始怎么样？很明显拉一个下影线，而且 OTC 没有在跌啊，所以感觉起来今天台股应该会有机会啊，有机会也许会收红。分析师表示，目前困扰市场上大因素，依然是电子业的库存。不过，若中国疫情受控制，民间消费力也回升，会回头刺激股价对股市是正向循环。另外，新台币换美金的汇率，拜二是收跌30.698，升达1分。等到过完年之后，2月1号美国升息，利差又扩大，才会往贬值的趋势去走。以杨金龙老大的态度，看起来2023不太想升息，这样子利差扩大的过程当中，又会逐步的往31这边继续靠拢。
进前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华就有经济控制3年，全球1/3经济体会陷入衰退，因为美国、欧盟甲中国3大经济体拢有其经济放慢，今年比去年更加艰苦。当然讲1/3是一个很基本的预测了，但是如果说情况往比较更不好的方向去，有可能是1/2都很好。但是基本上我们看起来，就是说每一个国家的这个主要的财政部门也好，跟货币的部门也好，都有在做一些对应的政策去减少这些问题。展望自控制3年，学者认为，若美国经济减少伤害，加上中国解除防控了后，经济复苏力头较猛，能减少全球经济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疫情的消息。讲到中国疫情当咧滚价，台湾对今年1月初开始咧，即中国入境旅客就来做喙瘾 PCR。元旦当天，桃园机场和上山机场对中国入境的657个旅客当中咧，有164人确诊，即阳性几率大概是25%。为着要扩大对中国入境旅客检疫，指挥中心宣布，对1月初6开始，针对中国出发经过香港、澳门搬运的机帮入来到台湾的旅客，就必须要有出发地点坐飞行机前48点钟内 PCR 阴性，或者是24点钟内抗原快筛阴性的检验报告。中国新冠疫情大爆发，为元旦开始，为中国入境台湾的人，拢爱做喙瘾 PCR 体检。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元旦这一天，桃机甲上山机场有657个旅客当中，164人确诊，阳性率是15%。524个人入境，阳性的有146人所以它的阳性率是27.8%。那1月1号，其实除了桃园国际机场之外，另外还有133人是从松山机场进来其中有18位是阳性。对中国直航入境台湾的航班旅客，爱伫机场喙瘾 PCR 检验以外，指挥中心阁宣布，为1月初6到1月31，为中国经过港澳转机入境台湾的人，爱有客厅地坐飞行机进行48点钟内 PCR 检验报告，或者是24小时内抗原快筛检验报告。我们经过调查资料之后，那我们发现，我们从中国返回台湾的入境台湾的这个旅客里面，从香港、澳门转机的这个部分，大概有占20%那这20%目前是没有检疫措施了，不用再做破例落筛。那如果是香港这边自己香港启程的或澳门启程的这个部分，是不用再没有这个相关的规定。指挥中心表示，国内初三增加24649例本土个案，360例境外移入，加22例死亡个案。境外移入从168天以来升悬，研判疫情过清悬。高峰落伫1月底2月初，专家建议除了中国以外，也应该严密监测境外移入变异株，尤其是欧美上升起来Omicron亚型变异株 XBB.1.5，免疫度传染力更较强。XBB.1.5几乎是在所有那个最新的变异株里面那不管说是传播力那不管说是那个对人类细胞的亲和力那目前都是最强的。医师强调，美国研究发现 XBB.1.5 每礼拜有110%的增长优势，相当一个感染者马上感染另外2个人，甲 BQ.1比起来是双倍传播能力。所以呼吁符合资格民众赶紧去做次世代疫苗，来提升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英航勤集体请假事件，这元旦假期结束了后，请假的人数变少，今日的航班有较顺利。不过有中英航勤的员工表示讲，公司无要增加年费奖金，颠倒是开一工2小时找临时工，或者在家员工是就切心的。系因为中英航勤无工会，劳资双方歹协商，过年期间可能会搁再出现一个集体请假的风波。另外，华航集团的桃园航勤1月初4要进行劳资前期调解，若阵即届调解失败，初6会进行罢工投票。交通部长王国材就出面呼吁，所以中英集团就要赶紧出面，互因的员工好好过年。中英航勤请假第3天，随着请假人数减少，航班也恢复正常。只是这场劳资前期要结束，恐惊也有当等，因为长勤并无工会会当甲资方协商，无情只会当透过桃园技术职业工会代为成员。
应对方式就只是再去增补更多的这个就是临时人力，而且他用2倍以上的薪资在招募这些临时的人力来做支援。其实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这个原来在长荣航期里头的基层员工看的是非常的灰心。看到公司态度强硬，就是无同意前年中予长勤员工承领，准备伫春节中演请假事件。另外，属于华航集团占桃园机场地勤勤务7成的桃勤公司，定地向公司争取调薪破例，有计测试举行劳资前期调解，若失败，初六要进行罢工投票，可能伫春节进前处理合法罢工款。知道之后啦，那就是那当然这个之前要看一些说明会跟大家说明之后，就是进行所谓的投票。都惊解封了后，第一个春节连假拄到请假罢工瘫痪机场，也予疫后变复苏的旅游业出嚟等。交通部长国在初三，赶紧各向长荣集团发声，予员工好过年，让员工好过年哈。那我是觉得集团可以这个努力来帮忙他们哈。资方用照顾员工，然后劳方也可以考虑。是不是在这些讨论过程中有一些比较合理的一些方案哈？那我们希望赶快让它落幕，避免影响我们旅客的权益。长荣航空表示，目前长勤当积极补人，也甲员工沟通公司困境。那劳资双方无愿意各退一步，长勤桃园伫春节集体休假，国门恐惊面临踢机条，旅客更加是无端受害。记者综合报道。华航集团的桃园航勤无排除伫咧旧历过年时阵罢工，因为员工指出讲公司有2400多名员工，就要负担桃园机场7成的地勤业务，要求公司要调整因的待遇。另外，今年疫情期间，这长荣航勤人员一直咧搬货，员工也批评保公司长荣航空伫咧疫情期间再会趁钱，也无应该对航勤人员大细心，这年尾奖金平人较少。用手大轨道做出临时疏散带，各将货物搬入机舱，最后贴起来用锁固定。疫情期间无旅客，航勤员工为地面搬行李，改到机顶搬货。长荣航空第2021年第3季货运营收212.1亿，年增3%。航勤员工感叹对货运有贡献，暗过长荣航空有3个月年终奖金，航勤却只有1个月。去年客舱都改成装货嘛，就是把客舱的椅子拆掉啊，要不然就是在椅子上面直接贴货啊，那都是用人力，不能用机器，都是用人力一箱一箱搬的。因为很多人就等这一批领完年终要过去新余了。桃园机场由2大航勤公司负责机坪作业、行李货物、航机清洁这地面服务。长荣集团的长荣航勤有员工1890个，主要客户都是长荣航班。根据人力银行资料，起薪差不多3万，无同款工作有技术甲操作津贴。华航集团下开桃园航勤员工2400多人，除了服务华航航班，也负责外籍航班。占桃园机场地勤7成服务量能，起薪甲长荣航勤差不多侪。要津贴2大航勤公司是用服务班机数做绩效，所以年终平均比疫情进前就1个月。10月13号之后，国境解封，那星宇航空的成立也招募了很多地勤业务的人员。那所以就是说，会因应这个时事的趋严，然后它的整个薪资也会调涨。航快协会分析，2年多疫情期间，桃园机场流失600多个包含航勤在内地勤人员，目前旅客回流人力明显无够，加上星宇航空乌人确实是航勤人力用自方争取薪水的好时机。桃勤公司因为有华航挂钩，被外界看作是调薪的标准，但发现讲有希望带动工业，有起薪水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南市这个机场的选举呢，伫选进前发生乌金抢害，也有贿选，到当时也要来收煞。伫新年头一天的上班日，这检调单位就分26队去敲，包括着民进党正副机长邱丽丽，也有林志典，也有一位是走票去互国民党开除党籍的市议员李文俊等3人，也有相关涉案人士因的徛家去敲过了后，也甲人带去调查，要来了解这个案情。检调人员提出了离开民进党市员林义庭服务处，因为住伫楼顶的林庭老爸，也就是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淑杰，是嫌伫机场选举进前抢下国民党议员彭一峰，并支持无党籍机长候选人郭信良，检方初3早起去林淑杰徛家搜查。本署日前接获情资，已经分案调查中，但基于侦查不公开原则，
无法对外说明相关细节，但是一定会积极侦办。台南市长市政在选前逼出乌金恐吓气氛，邀力军假新年上班第工，检调评分26度所在，包含民进党籍新任市长柯丽丽、副市长林志典的徛家甲服务处也在其中。尊重检调的办案，那也希望能够检调能够查明真相，以昭公信。黄伟提无缘加做回应，为保市长宝座，民进党撤换国民党议员张世贤伫顶个，甚至也有副市长候选人伫本尊，互3人走票到库里里。虽然国民党真经开除3人党籍，啊，不过走票甲贿选是毋是有关系？爱个调查。国民党已经很辛苦，就是副议长来跟无党搭配，那为什么呢？就有黑金黑道的这样的介入，检调单位已经介入查了，一定要查个详细。检调正在搜索当中，不会有外界所谓盛传。哪些执政县市、哪些地方、哪些政党就不会去办案的状况。服务处只剩一人，张世贤等人同款被传回电信。除了这副市长甲走票机关，也有前民进党中执会郭在钦等5位涉案政权也被所在约谈。当然，为选前度乌金这问题，如今检调大动作追查，也显示扫乌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播出一段中共空军歼16、歼20等战机第3更半暝进行超视距空战训练的画面。有学者指出，讲这超视距作战，就是咧讲无法判断目标，必须要用雷达引导等装备来掌握目标。这代表讲，中国解放军才有可能伫暗时的时阵来攻击台湾。这届训练，搁再加入有稳重能力的歼20战机，可见到咱的国军的侦察能力。中共扰台拢无停，持续强化建军备战，加强对台军事威胁。央视军事2号发布中共空军展开空战演练，派出歼16、歼20导型战机伫暗暝升空。共军战机透早2点进行夜航训练，唔那零件多机，较会造成空间定向障碍。超视距作战是伫无法度判断目标的情况下，爱透过雷达导引各种装备掌握目标。晚上飞行员看不到飞机的轮廓，只能靠飞机的外部灯光的显示去判断距离近了还是距离远了。对于单机作战而言，双机的协同作战则更为重要。从最开始在训练中需要长2机之间你一句我一句的一问一答式的，到最后只需要友机之间一句话甚至1个字，我就能明白他的意图。共军暗暝演练空战，外界解套有可能战争的时阵对台湾实施夜袭。学者是讲，超视距作战考验部队的雷达侦索武器飞弹性能、电脑辨识能力。共军这届派出较先进的歼20，具备逆装能力，伫夜间执行作战，增加国军侦索难度。不过学者是讲，国军主力战机 F-16V 换上2000也无伫软，会当甲共机对抗。在接战的时候，在视距外上面，我们其实并没有占上什么劣势。那事实上，我们从近年来空战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美制的系统或者是欧制的系统在这方面其实更胜一筹。我们的雷达在侦测到它的距离的，会必须要在比较近的距离才能够侦测到它。那这个时候会给对方比较好的视距外空战能力的一种的机会。国防部初3发布，共机1台、共艦3隻伫台海活动，扰台数量有较少，不过共机伫元旦挖进咱24海里邻近区空隙。考地上是讲，中共打压咱主权，压缩空防反应时间，无排除未来会常态化，国军爱提高戒备。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讲美国有一个军事代表团伫去年12月捌访问过台湾，对台湾的国军进行评估，也有讨论到美台扩大军事合作的部分，也特别讲到台湾的国军欠缺战略思考的能力。着立委认为讲，欢喜看到台美军事正常化，美国的建议相信相关单位也会去思考。另外，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来到台湾访问，聚焦伫咧台海安全。美国最近唔那真侪摆宣布对台军售。英国《金融时报》初期报道，美国一个军事代表团去年12月捌假调访问台湾，对咱国陆海空三军进行评估，佮探讨美台扩大军事合作对国军的帮助，佮点出国军伫战术战级有能力，却欠战略思考能力。比方说，台湾的指挥体系还是过去的建军思维。那是不是要更扁平、更分散？那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言，我相信我们国防部及国安单位也会非常严肃、审慎地去进行讨论跟思考。政府真贵，也出这项消息，也代表台美军事交流那公开而且正常化。学者分析，
台美军事合作已经真侪年，伫俄乌战争了后，美国更加重视中国威胁，也加强甲台湾伫印太地区的合作。印太地区下一步的一个可能是战略或打法，可能要怎么样进行，来跟我们进行一些交流。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军也会是需要了解美国最新的一些新的概念或新的作战模式。同时，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伫初三早起来台进行访问，这也是头一摆有下任北约秘书长访台，将聚焦台海关系、甲欧盟参台湾的关系。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等等，还有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这些重大的议题，都跟我方的各界人士来进行深入的意见的交换。拉斯穆森也是前丹麦总理甲现任民主联盟基金会主席，进前麦举行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邀请总统蔡英文发表演说。拉斯穆森出发进前表示，此行希望表达对台湾自由和平独立选择家己未来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所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伫咱旧历过年，即过新年时阵呢，即罗西亚军队伫乌克兰战争当中，当着战争以来上界严重的兵力损失。伫顿涅茨克内面的罗西亚军队遭受乌克兰的火箭炮攻击，即罗西亚也承认讲，因有63个官兵死亡。另外，伫国际社会军事关注之下，乌克兰目前已经甲失去的国土收4成回来了。位伫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的马克耶夫卡，会当讲规片图笼罩未达。伫2023年跨年迄暗，镇压伫遮的俄罗斯军队遭到攻击，乌克兰使用美国製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向俄軍所在的大樓發射6粒火箭炮。烏克蘭軍方指出，大概400名的俄軍陣亡。俄國罕見的公開澄清是63死，這也是俄烏開戰10個月以來俄羅斯伫單一交戰中上嚴重的兵力損失。Российск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ПВО 2 реактивных снаряда «Хаймерс» были сбиты.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поражения 4 ракетами с фугасной головной частью пункта временной дислокации погибло 63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俄國指出，遭到攻擊的是俄軍定守的職業學校大樓。伫遮駐防的俄軍多數是去年底動員徵調的士兵，因為大樓抗軍火，所以損失特別慘重。烏克蘭這一擺伫美國在武器協助之下勝當俄羅斯，因過講一講，烏克蘭首都基輔也遭到俄軍無人機飛彈攻擊。索羅米揚卡區一名軍人罹難，住伫隔壁的大官賓哈軍登去，一女目睭受重傷，面對親人無辜死亡，相當無奈。Что его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Это звери. Это не люди, это звери. Okay. 烏克蘭伫國際軍武援助之下，收復失土的進度真有收穫。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扎魯茲尼指出，目前已經收回4成的失土。俄國為2014年佔領的領土也收復大到2成8。俄軍最近對烏克蘭加強無人機攻勢，想要伫寒冬繼續癱瘓烏克蘭的能源基礎建設。總統澤連斯基初二也警告，證據顯示俄國打算要耗損俄國民生空防甲能源。阻擋無人機攻擊，會是烏克蘭軍方現階段的主要任務。公司新聞張淑芬編譯。美國新一屆國會伫初三開始就會選出新的眾議院議長。共和黨雖然佔多數，不過有共黨的議員有9個人已經放掉了，講要無要來支持這麥卡錫。麥卡錫敢有法度選掉呢？也出現變數啊！第118屆美國國會初三特別開會，兩天會來選出新任的眾議院議長。共和黨來掌握眾院多數的席次，黨內發聲上界懸的議長人選就是加州眾議員麥卡錫。I told you we'd be back. Just took a little while. I'm proud to announce the era of one-party Democrat rule in Washington is over. Washington now has a check and balance.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a say in their government. And this new Republican leadership team is ready to get to work to put America back on the right track. 不過，麥卡錫拄碰到真濟挑戰。頭起先，共和黨在期中選舉了後，掌握眾院過半的222席。不過，這對民主黨加9席，麥卡錫需要218席，安尼才有法度來確保議長的大位。在元旦這天，共和黨有9個眾議員發表公開批，表示講無要甲支持的立場。Well, I think we can do better. Right now, we need new leadership. We need to turn the page. I think that we need someone who has broad credibility with conservatives and centrists and moderates throughout the conference. And I think what you just saw is that Kevin doesn't have that.
党内极右派的议员批评讲，麦卡锡对前总统川普无够忠，为着要诱党内的议员，必须麦卡锡要做出让步。同意讲就任议长了后，只要若是有5个共和党的众议员提案，就会当来针对众议长来行使无信任的投票表决。伊嘛同意讲取消代理投票，甲视讯出席听证会的制度。卡斯麦卡锡若无法度伫咧第一轮投票顺利来当选议长，安尼就会成做1世纪以来头一个多数党的领袖要选众议长的第一轮投票失利。部分共和党的人甚至建议讲，要解释众议共和党的第2号人物史卡利斯来做接卡。也若新一届民主党的众议领袖是由纽约州众议员杰佛瑞来担任。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在美国上届大型的电动轿车公司特斯拉，去年交车就卖130万台，平均控制1年是成长40%。也若讲到挪威这个国家有补助政策在咧推出，去年卖出去的新车内面呢，5台内面就4台是电动车，而且这销售量排第1的就是特斯拉。总人口敢若550万人的挪威是全球电动车比例上悬的国家，也是汽车制造商推售新车款的测试市场。2022年，纯电动车在新车销售的比例，为2021年的65%增加到79.3%。10年前敢若2.9%，这么大幅度的成长，主要就是因为有真好的补贴政策，为了达到停售柴油车降价碳排的目标。挪威当局对电动车提供内燃机汽车无度享受的免税优惠，敢若去年就损失394亿克朗的税金，所以当局当地考虑要按照当量价电动車扣稅。Grunnen til at vi nå innfører skatt på de dyreste bilene, handler jo om at elbilen langt på vei allerede er blitt den nye normalbilen for nordmenn. Det betyr at vi må også se på hvordan vi bruker fellesskapets midler. 美国好野人马斯克创办的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已经连续2年在挪威排销售冠军，市占率达到12.2%，领先德国福斯的11.6%。年度上好销的车款是特斯拉的 Model Y， 过来是福斯 ID.4、斯柯达 Enyaq 排第3。特斯拉去年全年的交车数达到破纪录的130万台车，比2021年增加4成。去年第4季交出超过40.5万台新车，不过无达到华年加速预测的43万台。今年在市场利率升悬加衰退阴影影响下，汽车业者预估需求可能会较软。特斯拉伫互投资人一份声明中指出，未来几年会拄到新冠疫情加供应链相关的挑战。另外一方面，南韩公平交易委员会初三宣布，对特斯拉提出相当220万美金的罚金。原因就是特斯拉的电动车伫低温的环境，行驶里程数比伊线顶所宣传广告的较少，上侪减少50.5%，误导消费者对电动车性能的认知，判定特斯拉广告无实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讲到少子化危机已经变作是国安的问题咯，即马真侪人是拢唔敢生囝。台北市政府就拍算要来增加这生囝补助，头一梯对本地2万增加到4万，是全国上界悬的关系。那第二梯是4万5，生3梯以上是5万。台北市民政局按算这个新办法，会伫咧4月初实施动作公布了后，就要来实行。口卡真大声，阁有一个新生命报道。不过少子化问题有困难解，台北市政府就计划增加生育补助，第一梯为原先的2万提高到4万，也是全国上悬。生育奖加倍送，就第一胎4万，第二胎4万5，第三胎5万。民政局拟定2套方案，就等市长朱万安确定是要为4月实施，还是要回溯到去年12月25迄天出世的新生儿也适用。看卖最近几年北市人口总数变化，为2018年的264万一路降，2022年更加是搬超过250万。扣除疫情造成的渎职，其实出生数一直减少也是因素。2018年还有我2万3的新生儿，到2022年煞只有1万4000多的婴仔出世，比2018年减少1000多人，也不过提关生育补助，敢真正会当提关民众生育的意愿嘞？不会耶，毕竟一开始只有4万嘛，但是后续的花费还是一笔蛮大的。不会。为什么不会？重点是后面养育啊，不是一开始那个津贴这样子。
台湾的出生率下降幅度比真侪国家也较紧。妇女心理基金会观察，一场妈妈是今麦社会普遍的现象，呼吁政府爱投入大量的资源，建构优先职场。第一个，你要必须在制度上就是支持男性要参与照顾，再来公共托育的比例是要必须在短期内快速的拉上来，再来就是友善职场的改革，政府能够推动所谓的弹性请假的制度。妇女心理基金会表示，以我23岁以下送托率大大成长来看，政府伫人口两会托育政策真有限，名额少人侪，女性伫工作育儿之间两并收，自然更加无愿意生了。记者综合报道。前礼拜是伫高雄大寮的毒品制作工厂发生一枪杀的命案，昨伫桃园，搁再有生过角头大的去互开6枪当场死亡。这款治安问题也互民众惊吓，认为警方的螺丝零记录。另外，台南市警察局秘书室郑姓曾的郑主任呢，涉嫌暴力恐吓，去互技能大过免职。内政部代理部长华建群表示，这台南警察纪律问题，互人痛心，也请社会大众爱相信警察。这重大案件，因拢有掌握，而且有拼性命伫咧扫恶。警方车万把猫落去，这是跨年这一天涉嫌恐吓处在台南市警局秘书室姓曾的郑主任开车弄的，以10万块交保，暗过受访时讲家己无犯法。这期新德县警方无收索票，亲像黑人，也无法度接受被2大股免职。那庄姓的员警也自己也承认，这些警讯都是他传的，因为他们有一些特殊的男女关系的。另有已婚涉及男女不当交往，并衍生恐吓取财刑事责任。本局考机会决议，由原拟议的停职，改加重到1次记2大过免职。新德县警局回应，执勤同事拢请因警察的红大家，要表明身份，无事发生重大危机案件。台南市警察局长彭永平除了自请处分，也风声要移动。会依照我们最近的高阶警官的一个异动情形来做一个通盘的一个考量。警政署长证实，无排队调整，也强调姓曾的郑主任顺回警纪，看下不法者行为，按用上严的方式处罚，若无法度接受，会用司法方式捍卫权益。另外，一直传出枪击案引起治安记录，顶礼拜高雄大寮发生性刑事枪决命案，这日桃园阁发生地方角头，互人近距离开6枪。我们要相信我们台湾的警察其实是高度专业、高度负责，能够有线索往下追查，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请国人同胞还是要放心，台湾的治安其实是非常好的。华建群也讲，最近的枪击案大部分甲黑帮雷道有关系，警方对重大案件拢掌握，民众要相信警察专业甲努力会将治安维护好。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一间美学中心，主要是做气度身躯顶头毛这款的服务。不过，警方接到消费者的检举，发现因涉嫌对中国非法引进医疗器材，甚至不是医生来做，等于是非法替人家做手术。警方抓到5名嫌犯，其中现场的负责人以5万交保。开门接待人客，警方趁机会出击，正伫美学中心查扣相关资料，因为非法将事亲自行手术方搜索。在未取得合法医疗器材的一个许可证情形下，擅自从中国疫区进口非法的医疗器材，并雇用正妹美容师执行全身的一个除毛服务，借此来收取高额费用，获取不法暴利。这间美学中心伫台北信义，由39岁姓黄的红菜冠名成立35岁姓张的家后，担任实际负责人。不过警方发现伊无医师执照，违法进行除毛手术，使用的脱毛机器也是网络买的，无经过手术许可，都为中国进口。2016年开业高单，经手的人客9000人，不法获利超过1000万。甚至负责人徛家也疯超出590万的现金，导致因否认犯案专案有关雕像，违反医术法甲有术法来进行侦办。如果说是打非法雷射的话，它的能量如果不够的话，可能它效果不是很好。可是如果说它能量太高的话，我们怕会有烧烫伤的风险。防搜索的美学中心过去真侪名网红艺人伫面册发文强烈推荐，今项发现违法艺人若涉及大鉴定行为，可能达到法律暗线。只要有自身的一个使用的感受，或是他的意见在广告出现，都会被视为见证者，而受到公民交易法的一个规范，明知或可得而知，他所从事的一个见证是有
引人错误之余，认为见证的话，那这是跟广告主是负连带赔偿的一个责任。虽然辩方唔知影有无法度推卸，小宝官强调，直接代言还是业配进前拢有查明义务，以防止触法。另外，这个案件艺人敢是涉及违法，又话爱交予公平会后续认定。记者综合报道。入面就要过这个旧历的过年咯，这回连续10天的假期，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也公布今年过年高速公路的应变措施，但准要上北道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元旦假期结束了后，接落来就是连续10天的旧历过年。高公局表示，初1到初5之间是交通量较悬的时阵，为着方便民众安排行程，提出高承载管制的时间。实施的日期是在初4那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从国1的下营系统到头份，国3的关田系统到竹南。那另外在国5的部分，我们还是从初3到初8每天都有实施3点到8点的高承载的管制。那管制的路段包括像是国5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路口匝道。那结束的时间，我们会视整个车流状况来做机动的调整。为着减少塞车，高公局嘛提出各道较好行的时段。初1到初3，西部各道落南的旅客上好伫透早6点进前，也是中昼12点了后出发。东部各道5号是建议透早5点以前，也是下晡5点了后出发。就北的部分，西部各道伫初3到初5之间，中部旅客建议伫12点进前出发。那南部是建议早起9点进前出发。另外，各道5号伫初3到初8之间，建议早起9点进前就出发。另外，各日架线会伫元月初9通车，望改善机场周围的交通。各道4号嘛接煞伫元月16通车，迎接春节车流。我们的国2甲线衔接到台15，那这样子的话，不仅可以疏解我们现在国2甲那个国2大园交流道的一个拥塞，那也可以对地方改善地方现在大园市区的一个拥塞情形。国道4号现在向东延伸，即将在1月16号，也就是再隔1周的周1下午3点要开放通车。未来从南部从国3北上或是国1南下的车流，它也多了一个替代的路径。2023年春节假期，面对各道有可能出现的塞车情形，高公局提醒民众随时注意交通消息。记者麦上郑正由台北报道。因为新年庆祝活动，和台北捷运的总运量增加到186万人次。不过，参加煞这跨年活动了后呢，就民众伤过欢喜，失去控制，伫捷运车厢内面大声唱歌，坐伫涂骹，甚至阁无挂嘴暗。一寡突切行为也拢叫互民众翕起来。台北捷运也强调，这寡行为也拢已经违法了。看谁也不想拒绝。捷运车厢内有人把椅骨头放伫座位顶悬，也有人跪伫涂骹唱歌，都亲像伫车厢内开演唱会。一个查某囡仔坐伫涂骹，搁捌拍伫个边仔人的骹腿，现场的气氛真热烈。不过其他民众好亲像无啥敢挖进这个所在。这件代志发生伫台北捷运板南线，跨年线透早3点外，民众翕到一群人伫捷运车厢内唱歌的画面传起来，搁有人无挂喙暗，也有人倒伫月台顶。这些行为已经违反了《大众捷运法》第50条第1项第12款，可处新台币1500元到7500元的罚锾。旅客没有戴口罩的部分，如果劝导不听，可以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移送交通局裁处新台币3000元到15000元的罚锾。纠纷案件原因以碰撞、踩踏最多，其次为让座纠纷、妨碍通行、未戴口罩及进出顺序等，易引发彼此不满，进而发生口角而拳脚相向。根据捷运警察局的统计，110年台北捷运受理162件酒醉相关的案件，其中行为离境排第1，占30%。若是纠纷唔知人这代志，各占15%。警方提醒民众，若做坐捷运出现问题，会当持紧急开关，请站务人员来处理，经由警方调阅监视器来查清楚责任，减少纠纷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便利超商莱尔富为着要反映成本，宣布明仔载开始要调悬这卤茶卵的价数，对10块起到13块。另外，中华是全国上界大的韭菜产地，今摆也传出讲农作物旱害灾情，产地批发价对1公斤21块起到32块，区别到5成。
一了一来，两地电锅主甲潘讲，第两地去年12月28，专家超商宣布起一粒13块了后，莱尔富即马嘛决定1月7日开始，也为10块起价13块。主要原因就是加能成本一直起，消费者听到这个消息，无奈表示，各项物件拢起的时阵，早就有心理准备，敢来当减价一寡。我是可以接受啊，因为现在物价指数也偏高啊。原物料也上涨啊，我是可以接受这个价格，会减少少吃一点。对。中华1月7日传出宜林镇一位演艺场感染禽流感，东方所紧急完成扑杀甲消毒。为去年12月中以来，已经有10位家禽场发生 H5N1 也甲 H5N2 疫情，拢总杀掉90187只家禽。农委会是讲，为去年10月以后，鸡卵产地价每台斤拢维持40块半，目前供需维持平衡。超商调整第2个计数，甲这届禽流感无关系。维持的一样40.5啊，他们超商调茶叶蛋的这个部分呢，基本上与最近的那个蛋价是没有关系。同款调整计数，也有包水饺用得到的韭菜。全国上大的韭菜产地中华，受到去年底低温的影响，韭菜园啊当上高发真慢，供应量无够，全台湾欠货，造成产地批发价为每公斤21块起价32块，一定春节前拢会无够。哦，你也看这紫色的啊，这是当生的很凶啊。唔知讲，那迄色热人头35天至45天就挂咧走，这卖目前这头60天啊啦，2个月啊。佫无啥大，佫袂啥大。农民讲，日本韭菜品种比较较惊风，佮加上最近日夜温差大，产地受损的程度至少5成。传统市场一包韭菜为60-70起价120，民众买菜算盘爱小跌者。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1月到过当年3月是紫斑蝶和小文青斑蝶拢会落南，去到高雄、屏东，也有台东一带山区过冬。等到春天到位，就会登到北边的生态地。不过最近这几年观察讲，因飞到台东的时间是愈来愈晚。在台东的初乐牧场，前几年的冬天，佫出现紫斑蝶大量采灭的情形。不过今年数量就大大减少。就专家认为讲，可能是这几年寒天温度变高有关系。紫斑蝶甲小文青斑蝶前2年冬天拢大量路过台东初乐牧场，留伫高斯佛泽兰的回绿点悬树边。不过牧场观察今年冬天这条路径的紫斑蝶减少真多，只剩少量的小文青斑蝶伫园区采灭。上周的话，还有大概看到50-60只的那个紫斑蝶。那这几天可能是因为下雨，所以紫斑蝶到目前为止就还是今天都还没有看到。因为初乐牧场前的高斯佛泽兰是紫斑蝶甲小文青斑蝶的闭关食物，会吸引来者佫飞起蝴蝶菇。不过即马应该是因大批南线过冬的时间，3月个北返生态地煞无发现，真无正常。专家认为，蝴蝶大冬爱受低温的刺激，可能是温度也无够低。温度事实上还算是偏高，所以说呢，它只要往南移动，而不需要进入到蝴蝶谷的这样的一个栖息环境里面，所以说我们可以在台东各地我们都可以散居的看到这一类的紫斑蝶跟小金斑蝶这一类的越冬的一个蝴蝶。刘振峰讲，紫斑蝶其实活动的时间也慢慢的减低，这种现象为自2007年就发生，因为蝴蝶活动的行为了解气候暖化现象。记者综合报道。来到宜兰头城的雕刻师傅陈启文，伊接触茶雕技术的半世纪咯，伊是宜兰在地高人，手艺好，而且这红架刀大身红仔拢会晓做，而且伊非常坚持这品质，做不好就无买卖，手艺真好，人人学咯。将雕刻到无内刷落来伫插头，雕刻幼稚的纹路，连鱼仔鱼兰拢会当呈现。宜兰头城木艺师陈启文手艺真赞，会当修复变庙宇的神龛、神道，甲大神翁是宜兰目前唯一的木艺师。只是说在做这种工作，因为这个社会上每个行业都有它的价值在。65岁陈启文16岁就到家人学木艺技术，因为薪水不悬，也因为经济压力走去卖衫，不过3工了后就挡袂掉，佮转去伊上爱的木艺工作。伊讲木艺真好耍，无一件木雕作品会共款，每一届雕刻的时阵拢真新鲜。因为我做无外歹还是只要伊那80块，甚至写2-3点钟嘛咧写。
要雕刻大细作品，刀具也真重要。陈启文有各种木的刀具，有一寡刀具外口是买袂到的，也是伊家己做出来。对品质伊坚持，若作品做无好，绝对袂卖互人客。到底木艺工作我半世纪，原本伊55岁就要退休，却一直放袂落对木艺热爱，展现一人精神。记者综合报道。今年4月到6月，这云门舞集要重新演出经典的作品《新团》，搁找朱宗庆打击乐团做回来表演。这也是朱宗庆对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热任董事长了后头一摆演出。大鼓大声甲讲落，这是出名的打击乐师朱宗庆6年来的头摆表演。云门舞集今年创立50周年，要重新演出20年无演出的经典舞剧《新团》，找来过去合作上百遍的朱宗庆打击乐团伴奏。崔三林怀民甲朱宗庆做伙出席宣告记者会，讲到这届合作是因为去年4月的一个信息。林老师写简讯给我的时候，我马上就怕他后悔，好，然后。新团展现台湾先民查船渡湖水的冒险精神，也佮有落土定金的欢喜。规出表演充满气势，朱宗庆为着准备这个表演，佮特别健身，希望会当有上好的表现。另外，朱宗庆嘛表示，顶个月甲团的仓库着火烧，伊嘛为新团的故事内底得到坚强面对的勇气。那这困难对我来讲呢，我只坚持以外，刚好演新团给我很大的力量，就好像我们在渡黑水沟走向另外一方的时候，看到这个过程，我想，是的，这个舞给人家力量啊，我想这个舞给人家力量，你不是说你看得懂不懂的，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今年4月到6月，新团会连续伫台北、台中、高雄、苗栗、嘉义甲台东演出。林怀民表示，这届已经是云门舞集第8代舞者来演出，望新人再现经典。记者林思豪、谢桂林特别报道。巴西球王比利过身啊，拜祭落葬进前呢，伊的棺材放伫体育馆，互民众悼念。有真侪人排队是排几多点钟，要来向这位传奇球星来烧时。伫队伍当中，搁再出现一位甲比利生做3亲像的一个民众，引起媒体注意。伊讲进前去到美国的时阵，去互球迷认唔到，要求要甲伊翕相。排甲真长的民众伫体育场外向一代球王比利拍扑啊致敬。在6月29日暗过身，享受82岁比利，冒于巴西赢得3届世界杯冠军，写下无数公认的纪录。伫当地人民的心中，伊是巴西永远的骄傲。拜伊伫落葬进前，比利的灵柩特别停放伫伊效力上久的圣保罗州桑托斯队主场，开放民众瞻仰归荣。真侪人排几啊点钟，只是为着向伊进行最后的告别。Pelé representa o lado bom do Brasil, a garra, a vontade, a determinação e a possibilidade. É sentimento de perda de um ídolo, né? Para todos, um grande ídolo, uma grande pessoa que levou o nome do país para todos os cantos. 外口甲桑托斯加路的队伍中，一位生得甲比利真亲像的查甫人瑞贝罗，也穿桑托斯球队乌白条纹的球衫，来向这位20世纪伟大球星致敬。瑞贝罗讲，几年前伊到美国的时阵，互故人是球王比利热烈要签名，从此就变做比利的分身。伊一出现，果然有不少人走去甲翕相。E aí os americanos corriam atrás de mim, esqueci 3 fotos, Pelé. Passando algum tempo eu não acreditava que parecia com o Pelé, um dia da mulher, veio o sósia do rei Pelé e a gente tá até hoje. 比利唔但互巴西伫世界出名，也是唯一互国际足总封为球王的传奇人物。前来参加比利葬礼的国际足球总会主席因凡提诺呼吁各国以比利的名做体育馆的号名，互后代熟悉比利对世界骹球的重要性。那比利拜三会伫故乡桑托斯落葬。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37岁葡萄牙骹球明星 C 罗正式加刷乌地阿拉伯骹球俱乐部艾纳斯签约啊！这初日暗时已经来到因的首都利雅得，新头家艾纳斯也下重本，初三替 C 罗举办3万人的欢迎 party。根据媒体报道，这 C 罗和艾纳斯签约2年半，大概当赚到台票160亿。
4号初一暗时坐私人飞行机飞到3个利雅得机场，进前伫飞行机顶悬角度底片，向艾纳斯球迷问好。See you soon, Nassar fans. 37岁4号，去年底甲沙地的卡球俱乐部艾纳斯队签卡达史上上贵的合约，年薪有2亿欧元，2年半应可以赚超过160亿新台票。佢表示对这位5届金球奖得主的尊重，初三要伫主场替4号举办3万人的欢迎 party， 利雅得球衫专卖店，欢迎配合7岁4号球衫，吸未少人来买。شعور كبير طبعا واحد من اعظم اللاعبين في تاريخ كرة القدم يجي يلعب نادي النصر النادي اللي اعشق انا شيء كبير ولا يوصف صراحة مفيد لكل النواحي مفيدة رياضيا تسويقيا ماركتينج تعريف السعودية كل حاجة个别顶级的欧洲卡球联赛转战沙地艾纳斯，原本表示4月欧冠生涯就要结束。不过，欧洲媒体指出，4月的新合约当中有造就条款，那英超球队纽卡素联队踢进欧冠联赛，4月应造就到纽卡素联队。原因是艾纳斯甲纽卡素联队拢是沙地公共投资基金会，保守的沙地王室，无法人权记录常常互外界批评。不过，这几年因透过举行大型的体育赛事，包含一个风艇式赛车、足球赛、保险区比赛等，想要改变国家形象，同时也增加除了就业以外的经济来源。大部分是沙漠的沙地，热天上高温常常有50度。不过，硬是开5000亿美金争取2029年亚洲冬季运动会主办权。另外，2025年亚洲室内武艺运动会，甲2034年亚洲运动会拢要伫3个举行。这摆成功争取4路加名，不止成功制作话题，也一定能创造新的商机。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宜兰到新竹对15度到21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9度到19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